公市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花莲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目前还有6个人也未找到。搜救人员继续在沙卡党步道走找，要找死因为一家伙仔，也有3个人，加新加坡一对红某。另外，伫九曲洞有救出来一个伫精英酒店实习的高中生，不过伊伫跌当的时，双脚拢互石头跌着伤，目前是无啥乐观，将叶庆某在抢救。是脑死的状态。怪手伫沙克党步道开路，地震了后，也有真侪人失联。当机构继续进入离沙克党0.5公里，也就是剩余的一个火药位置，愈来愈近。崩塌的地方，现在要坐路下切到第一个验测尾，剩10公尺左右而已。伫沙卡党0.85公里找到一只鸭仔，目前身份无法度确认。由德国游客向导游反映，地震进前20分钟，一条失联新加坡红某身影，就伫5间厝头前500公尺的大景观平台，差不多沙卡党1公里的所在。他们到5间屋的时候，他们都还有看到他在那里。我是住里面的3间屋。我要养我的鸡，那时候大水管也给我倒，但是人在那不晓得被埋。线索愈来愈多，也有3间厝的居民行入山，表示伫1.8公里的所在闻到真高味，马上向指挥所通报。特殊队找到一间为0.5公里到1.8公里拢是所在范围。从封闭到大水管这一段路，基本上都是完好无损，没有坍方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想把搜索热区定在0.5K 封闭的地方。大腿骨折，双脚开放性骨折。搜救继续进行，民众陆续脱困，暗过前几天伫九曲洞救出这姓黄的高三学生。伫花莲精英酒店建构实施，双腿互大石头缀一公一暝，3日后佫出现气气塌掉咧，将叶克膜抢救，加上煞透露情形无乐观，甚至被告知出现脑死状态，也伫社群发文，媒体表示内事也是兄弟。肺部感染装叶克膜，叶克膜装的时候出现一些异常，所以急救20分钟，脑部缺氧。所以就导致他现在基本是植物人的状态，这样子躺在医院里面。这强烈地震已经夺走10多条性命，花莲县府找到办罹难者到齐发挥，希望罹难者安息，加上延早自行出悲伤。不过，这场天灾已经造成真侪家庭天伦望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准备5日空要上任。伊内阁布局受外界关心，伊伫今仔日公布头一批名单，即马正在开记者会，咱来去记者会的现场。过去我们是立法院的同事，在行政院我担任院长，他担任秘书长。更难得的是，我们2个是民主进步党前后任的党主席，我们一起为共同的价值跟理想奋战，彼此支援，互相信赖。在这一个政治情势当中，左荣泰担任行政院院长，可以发挥几项功能。第一，他长于沟通，善于协调。他能够在复杂的问题当中超越个人或政党的分歧，迅速的找出方向，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凝聚共识，提出对策解决问题。第二个，左荣泰可以完全掌握来自中央跟地方、议会跟行政的各项议题，
他担任过2届的市议员，2届的立法委员。他习于倾听民意，他也知道议会的议事运作。他也曾经担任过总统府副秘书长，2度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娴熟国政。第三，他完全清楚国家未来的方向。他是这一场总统大选当中担任竞选总督导，他也参与国家希望工程的研讨。总统他也担任行政院院长，可以迅速的率领团队落实国家希望工程，推动国家继续前进。但是我们也很清楚，这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未来必然有一连串的问题尚待克服。因此在这里我也期勉荣泰所筹组的内阁，首先要能够秉持行动和创新的精神，能够形成行动创新 AI 内阁 Active and Innovative Cabinet AI 行动内阁，能够听取民意，解决民梦，回应人民的期待。第二点，针对国家社会有益而且朝野有共识的议题，应该要优先解决。对社会国家没有益处又分歧的议题，应该要先搁置。至于重大议题尚未取得共识的，应该要建立平台，扩大参与，广征民意，追求社会最大的共识。第三，也期勉新的内阁能够积极有效地落实国家希望工程，特别是跟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发展、弱势照顾，还有治安、食安、道安、公安、校安、居住安全以及网络安全等等安全的工作。当然04、03的后续的重建工作，也希望能够如期如职完工，将受到地震影响的民众生活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我也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感谢蔡英文总统、陈建仁院长率领的团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让新的团队可以在这一个基础上面继续前进。过去我和荣泰都是行政团队的一员，今天我们将在不同的岗位上扛起国家新一个时代的责任，持续壮大台湾，敬请国人鼎力支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未来的赖总统，要请您先回座。接下来立刻我们也邀请这是即马看到赖清德开记者会，公布伊头一波内阁成员的名单，伊嘛已经对我公布，伊的行政院长就是杜英泰。因若即马杜英泰准备要讲话，来听伊咧讲啥。网络收看直播的国人同胞，在场的媒体先进，同样的，我也要先向4月3号花莲震灾不幸罹难的民众及其家属，表达内心最诚挚的慰问。也要向蔡英文总统、陈建仁院长亲临坐镇指挥，率领各相关部会的首长，以及全国各县市警消、特搜队员、医护人员，
民间团体的志工跟社会各界的热心捐献，表达最高的敬意跟感谢。因为有你们，人民会觉得更安心，世界看到台湾的团结跟韧性。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的脚步不能停。面对新的变局以及未来灾后重建的工作，新的执政团队也必须要稳健的接棒。今天我很荣幸，我接受赖总统当选人的邀请，我当全力以赴担负起筹组未来新内阁团队的工作。刚刚总统当选人对我有许多的溢美之词，实在不敢当，但从当中我清楚地看到了他对我有一个要求、3个期许跟交付的3项的任务。第一个要求是，我们要发挥积极行动跟创新思维，打造一支行动创新的团队。在3个期许当中，第一个，他要我们重沟通、多协调，以公共利益的角度找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第二，他要我们能够掌握从地方到中央、从立法到行政以及民间社会的各项议题，解决民众最迫切的需求。第三，他要我们能够了解国政施政蓝图，建设国家，把握这样的机会。他也知道我们会马上的就定位，带领团队继续前进。在他交付的3个任务当中，第一个，他很清楚地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发挥积极行动跟创意思维的行动创新 AI 内阁。所以我们的行动会站在面对问题的第一线，站在提出解方的第一线，也站在处理争议的第一线。我们的创意会来自更多民间专业人士的加入，提供更多新的智慧科技知识。我要将它导入到政府的机关跟公共领域当中。我们会用科技创新、服务创新以及数位创新，提高政府的能量，提高政府的效能，把台湾打造成一个真正的智慧科技岛。这第二个任务，它教会我们未来面对民众所迫切需要，但是还没有形成社会共识的重大议题，要建立沟通平台，广纳民意，扩大民众的参与。这一点非常的让我们觉得，这就是未来找到解决困难问题的最佳解方。第3个任务，我们会以国家希望工程为蓝图，建设国家，打造健康台湾，达成健康台湾的施政总体目标。所以我们会持续的推动多元跟平权的价值，尤其对年轻人最在意的居住正义、就学就业、育儿照顾等等，会扩大社会的投资，协助规划跟执行全面的照护。更具体的讲，我们会坚持继续的打击黑金、枪、赌、诈这5项，同时也会对刚刚总统当选人的提出
治安、食安、道安、公安、校安、居安以及网络智通安全这7项列为重要的安全工作，落实5打7安的政策，让台湾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安定、公益的社会。520新总统就任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所以我已经启动，也开始征询未来内阁团队阁员的工作。我会在最近的时间内，就阶段定期来向国人同胞提出报告。我希望这个行动创新的 AI 内阁，一样秉持过去民主大联盟的精神，用人为才，不分党派，而且要积极的培育年轻的世代。非常希望行动创新 AI 内阁能得到国人同胞的认同跟支持。我也会要求所有的内阁团队成员，对自己的业务、自己的政策要充满着信心。对于国人的需求，对于国会的监督，要诚恳、积极的沟通，要用诚实面对问题、务实提出方法、踏实解决困难的态度，用心于所有的施政领域当中。面对各种国内外重大的挑战，要无所恐惧，但是要非常的谦虚，这个是我对他的要求。所以未来信心、诚恳、用心，这个就是希望全体内阁团队成员共同自我的勉励。最近有一部台剧《华丽计程车行》，它讲述在千禧年前后，剧中人面对的921大地震以及 SARS 疫情的冲击，那种不屈不挠、克服困难的精神。其中有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受很深：车子往前跑，就能解决任何的困难。同样的，我认为国家治理也是一样，只要我们胸怀着热爱土地的心，坚定站在正确对的路上，人民就会跟我们站在一起，国家前进的列车也会勇往向前。各位全体国人同胞，这个时候是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了。新的团队、新的行政团队也需要新的国会支持跟合作。我相信任何的成功的施政跟有感的政绩，都是行政跟立法部门携手合作共同完成的。所以最后我要再一次的重申，诚意沟通、人民优先这个理念跟做法，就是未来新团队最中心的思想。只要我们能够携手合作、团结在一起，而且行政、立法部门能够紧密的结合，人民会看到一个崭新的希望。我更坚信，只要我们时时以福国利民为第一，处处以和平繁荣为己念，中华民国台湾会是一个更公平、更安全、文明的国家。谢谢大家。谢谢卓院长，要请您留步哦，因为这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一定5日控告要上任，伊的人事布局大家拢真关心。伊伫今仔日公布第一批的名单，伊是任命杜英泰来做行政院长。那杜英泰伫头段讲话当中，伊嘛讲伊会组一个行动创新 AI 的内阁团队，这是伫记者会现场上新的情形。赖总统特别有提到
过去。所以，咱继续来关心花莲的地动。这届花莲大地动了后，对昨开始已经在拆第3栋的建筑物。这是伫花莲市北边溪6号，县府是打算要用3天至5天的时间来解拆掉。即马台记记者李尚竹透早嘛伫这拆除的现场来请伊甲大家讲现场上新的情形。咱连线互尚竹。是主播，今麦镜头带大家来看花莲市北滨街6号，这栋人家厝总共是有6层楼高。伫这届花莲大地震当中呢，伊顶下骹的条后是规个互地震摇甲强被制裁袂掉，所以变做规楼互县府甲打红单。嘛是因为讲，伊即马有愈来愈去的趋势是真危险，所以讲县府咧赶紧伫咧拜日透早安排拆除的工课，到今仔日咧已经是第2天咯。工班是透暝无向困，直直咧拆。今仔日会当看到这楼尾顶的所在，已经是拆甲差不多啊。就因为惊讲哦，毋知伊这1楼的条当时会制裁袂掉，花莲县建设处有甲拆2座徛伫的2层钢梁，啊，佮有边啊4支粗粗的钢梁哦，互怪手在拆的时阵，会当维持规个建筑物的稳定性。也若讲这栋人家厝咧，原本的住户差不多是有10户30多人。县府伫咧拆进前嘛有开放机密入去内底，甲因的物件摕出来，也毋过早袂走的拢是回忆。咱嘛希望讲，莫阁有遮恐怖地动咯。以上是记者卢尚如、郑俊佑伫咧花莲北滨街的连线报道，再来甲镜头交互主播。多谢尚如来关心伫花莲北滨街地震前是白色迄栋，即马已经拆掉啊，即马是搁咧拆另外一栋的徛家厝。也若根据统计，目前花莲有32件红大红单。县府是表示讲是无讲一定爱拆，有的厝若是会当补强就用补的。也若天龙青大楼昨昏嘛已经继续咧拆到一半时是乌着瓦斯桶，瓦斯有流出来，加在是无造成意外。另外伫天王青大楼的厝尾顶有发现几只鸡，也若伫窗仔门边阁有发现猫仔，遮的动物啊，拢已经互顺利救落来啊。庄下表面一直到落来，县手为大楼顶开始拆北滨街这栋电梯，挡袂了即摆花莲强烈地动，正做地动第3栋，2架下建物提到早起开始拆。民国77年发使用执照，这栋10号的电梯已经36年。当过911大地动，控制控制地动，不过即摆不幸无法度渡过难关，爱拆。现场用 H 光剃掉咧，避免拆时阵影响崩塌，影响周边电梯。有住户特别等来看，心情正沉重。栋2、栋6的地震，我刚好也是住在里面，对，那时候还在睡梦中，对啊，惊慌而逃这样子。这个在那边十多年了，对，应该是蛮有感情的。对啊，蛮有感情的，所以现在要拆了，我们基本上就是回来拍照做这个纪念。红单的部分有32件哈，那这个红单的部分没有一定要拆除，依照相关的这个我们灾后危险建物的紧急评估办法，红单它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耐震补强。建设处表示，会用24点钟来拆除，按算3到5天完成。另外，破坏街后一个电梯损坏程度伤过悬，列为下一间拆除的名单。中兴大楼继续咧拆，不过县手刷乌着瓦斯桶、气体外泄，马上停止作业，清刷开才搁拆。另外，伫个拆的过程中，伫个出楼尾顶发现至少3只鸡仔，也搁1只猫仔卡伫个桶仔，已经顺利救出来。这摆地动，红黄单受灾户1471户国动地区北军旗表示，花莲无强制出租处安置灾民，看成中央合作合处比较911灾后中间条例。石材业则是花莲的第2大产业，是由蔡总统来宣布200亿的贷款、20亿的补助，来给石材业者来重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其实应该是我们担心的是，我们天华兴拆除之后的我们的重建的基金是在哪里？天王兴大楼顶红顶受灾户目前每一人有1万紧急救济金，佮协助税厝补助，灾民希望政府加大补助的力头。记者综合报道。天龙青大楼拆除的工作继续咧进行，昨下晡伫7楼有发现一只伫窗仔边的猫仔，已经互顺利救落来。也若民众嘛，佮发现讲伫边仔佮有一只猫仔，这是住伫天龙青大楼，因为走登去救猫仔不幸过往，不幸罹难空老师的猫。
分推车慢慢挖滚塘仔门边，花莲市天龙县大楼继续进行拆除工作。最高下昼发现7楼有猫，敢若想要走出来，则卡伫咧塘仔门的铁条边，袂顶袂动。现场拆除的工作先停落来，要救猫。东方所有人先甲猫主2档定正坐，过程中虽然互猫甲受伤，也是一直甲安打，甲放伫咧笼仔内面刷来。这只猫的主人本来真担心，看到猫平安落来才放心。你可以先打开来。不会，它不会吓到。它目前不会，它现在的状态是很好。伫救猫的过程中，有民众发现边仔的窗仔门下电拄好掀开，有一只猫伫咧遐村头看。李南老师、孔老师的老爸暗时来到现场证实，迄只就是因查某囝饲的猫妞妞。工程人员甲诱捕人啊，放伫咧妞妞出现的所在，希望伊能甲伊顺利救来。我们拄翕的时阵是安尼，阮拄有几下翕，拄卡喺窗仔遐，迄只才救，拄好佫看到玻璃遐，拄看到佫一只。最高发现妞妞的日子，拄好是孔老师的头七，夜猫出现，互孔老师的老爸心情真复杂。孔老师的朋友讲，已经知影伫地动迄当阵，天龙县大楼内面的猫至少有5只，希望大家斗相共注意，伫咧拆除的时阵，或者是大楼附近出现的猫。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花莲的凯歌园中度之家，主要是收容一寡家境困难、家庭功能有问题的少年囡仔。也毋过即届因为花莲大地震害一个，即马规栋厝拢需要征收，暂时已经无法度住人。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和花莲县长施正伟昨昏拢有去现场关心，嘛讲会提供协助。目前这个空间都是伫即届大地震当中受损真严重的花莲凯歌园少年中度之家。现场咱会当看到，这个天棚顶悬的轻钢架也是拢落倒来，甚至上伫咧面床面顶哦。而且有的所在伊的壁嘛是拢有裂开的情形，规片是绿苍苍。中度之家因即嘛是表示讲非常需要外界的一寡资源。不管是先暂时性的一个仓库、仓储，或是说办公室的地点所延伸的这些费用，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压力。那本身的建筑的受损，我们需要一些时间，还有需要一些大家的支持，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整修。凯歌园少年中度之家主要收容全国社会局处甲地方法院介绍到的需要安置的青少年，这拢是家境困难、家庭功能欠缺的囡仔。因表示目前的损失需要开偌济来征收，要真歹算出来，而且要征收嘛，着爱甲物件拢搬出去。若真需要钱，上无嘛着爱20-30平的空间，比如货柜也是组合厝顶来做仓库，才通放遮的大型家具。拜二下晡，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甲花莲县长施正伟做伙来到现场关心。当然，第一是很难受了，那我们会尽办法的替他们解决一些基本上的问题，所以应该会的。看货柜屋，我们也来找一下，好不好？那个调来是最快的，货柜是最好的。对啊。目前13位凯歌园的囡仔拢先暂时安置在花莲县的芥菜种会。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表示，看到囡仔住的所在搭规个外国市场，伊感觉真唔甘，因会经过评估来互中度之家适当的协助。原来县长施正伟嘛答应讲，会来找公看敢有适合的空间，通互凯歌园使用。记者卢尚如、郑俊佑花莲报道。也那地动嘛算长苏花公路，公路局即马拍算提出第9线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希望伫2032年会当完工。那经费是需要820亿。公路局表示，这个计划若是做好，安尼苏花公路地动比较国道会较要7级的地动。那伫一寡较到6石头的路段，嘛会去挖崩坑来保护。为着提升苏花界安全性，交通部提出第9线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包括即摆地动大清水隧道北口、长期的下清水桥路段，拢包括伫个苏花安的计划内。公路局讲，5月会阁送宽屏补件资料。整个
环评审查完之后，后续的一个建设计划、用地取得、都市计划变更等等的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同步来进行。因为考虑到在东部地区地震频繁，所以整个的那个耐震设计，我们都是会达到耐震7级以上。公路局表示讲，考虑到东部定有地动，伫塑化案结构的设计会比较角度有控7级地动的效果。若是较会有落少的区域，会看隧道来应用。即马讲的塑化案，其实就是甲塑化界无改善的路段放入去，包括宜兰的东澳甲南澳，和花莲的和平到和中段，和和仁到中德路段，都是要改善塑化界做无够的所在。按算2032年完工，经费820亿。专家认为讲，隧道和桥要做到7级的控制，问题无介大，但是以边坡的地理上困难，因为要报告的安全，施工的难度高。从东澳到南澳这一段。现在的线型是沿着海边走，就比较弯弯曲曲的部分，那就必须要有更多的隧道跟桥梁来克服。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工程的过程里面，又发现了某一些隧道经过的地方是地质条件比较脆弱，甚至有新的过去未发现的断层经过，那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挑战。它如果是作为一些部落之间或者是乡镇之间花莲的一些联络的话，那这个机车的使用，一般的使用其实也不可避免。地动过后，目前伫台北线中兴公路已经伫初7抢通，目前是分时段通车，按算今年底会完成台北线和台九线的边坡的修复。另外，伫花莲的龙东路虽然已经抢通，接一直有石头落倒来，好有民众行过细致。台电讲会拍拼互路保持拢是通的。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继续受东北季风影响，也毋过伫温度已经有淡薄仔回升。咱同齐看温度。今仔日中部以北、东半部天气也是感觉较凉，高温大约是22度至24度。今仔伫中南部高温有28度至31度。雨水这方面，今仔日雨水已经会小可转好，也毋过伫东半部、西半部的山区不时也会是有地渐雨。日时开始，中南部的平地会转做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也若到暗时就会无啥雨啊。明仔载呢，东北季风会减弱，所以伫北部、东半部温度拢会继续回升。澎湖、金门、马祖明仔载嘛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也若气象署嘛表示讲，对拜四开始受透南风的影响，咱全台湾各地温度拢会一直升悬，天气的状况会比较较稳定，也若水气嘛减少。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全台湾的水汽拢较济。气象署表示，为拜四开始到后礼拜一，天气才会较稳定，大部分地区拢有机会出日。从周四开始风向开始转偏东南风，一直转到偏南风，甚至到下周一的西南风主要的锋面系统是在华中、华南一带，距离台湾还是有一段距离残余水汽影响会在台湾的北部海面左右，所以在北部地区特别要留意，还是会有些零星的降雨机会。不过对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以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为主。温度的方面，气象署也表示，为拜四开始，因为透南风，全台湾拢会变甲真烧热。原底天气较寒的北部地区会为22度升到30度左右，民众爱特别注意温度的变化，配合政策。从周四开始可以留意到，一直到下周一这段期间各地的高温都是明显的上升，会来到30度左右，甚至是以上。而在低温方面，都来到了20度以上另外，气象署也补充，后礼拜一阁会有一个新的锋面接近台湾，水汽会阁反济，尤其是北部地区的天气会变甲真无稳定，不时会落雨，要特别注意。记者刘心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因德鲁固国家公园因为大地动了后，即马已经暂时关起来爱互大自然甲土地休困。因最近春天到位，花长得开，合欢山4月13布产花季敢会照常，敢会开放，目前是也未确定，等得评估。另外，地动线、玉山也有雪霸国家公园虽然无关起来，也毋过国家公园署有建议民众大地动线即马搁在落雨，为着安全，最近是尽量莫上山。就伫去到台湾上山顶的所在时阵，一阵天摇地动，互山顶的山友讲特别惊死。某山友伫行玉山的前方的时阵，忽然间就拄着海甲有够厉害，地动造成山壁崩落，规个是烟蓬蓬，石头嘛一直落落来，山友嘛是较紧准备撤退较安全。另外，这个山友是伫去伫山顶无偌久了后，落来到海拔3900公尺的时阵，拄着威力真大的地动，很大
地震了，那边山崩也没有到山崩啊，滚一堆石头下来，很震。另外，伫说说登山口的镜头群是录到原本平静无水分的大水池，是开始海甲真厉害，互水规个拢满出来画面。真侪人都咧问讲，地震过后敢会当去买玉山？国家公园署讲，目前玉山和雪霸国家公园拢维持开放，但嘛是建议民众避免上山，莫一时一刻。山会永远在那个地方，我们还是希望等状况比较安全的时候再上山。那你如果一定要上去的话，我们还是呼吁要注意自身安全。另外，海拔较低的国家森林游乐区，伫大地震过后，林业保育署本地阁封3座，其中太平山是封2天，伫花莲的宜兰福原是封3天，会检视园内步道和另外道路安全了再开放。要是有余震发生，或者是有其他的烟尘扬起，或者有一些崩塌的状况的时候，要适时的去赶快回避，回到一个安全的处所了。这边受到重创的太鲁阁国家公园嘛是维持封园，不过合欢山嘛伫咧内面，所落来都是高山保产花季，敢会定开放。国家公园署讲，目前太管处是派人在巡检，会看状况一步一步、一区一区来开放。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前总统马英九去中国访问，马12会今仔日按算会举行。因为台湾媒体伫昨昏有接到通知，爱记者今日早起去做核酸检测，嘛去摕采访证，所以是按算讲马12会可能伫今日下晡3点，因2个人会见面。来看《联合报》，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正上校组成研究发电室的主任向德温，伊互中国吸收，逐个月摕4万块，伊搁穿军衫去签导航的承诺书，即马是互最高法院依照贪污罪判7年6个月有期徒刑确定，伊嘛互检察院单核，嘛互顶界法院判免职处分。继续看《自由时报》。云林有一个52岁姓廖的查甫人，年初的时伫桃园机场准备要坐飞轮机，伊去航空公司的柜台报到的时，伊讲伊的行李内底有炸弹，伊随后航警掠去。伊讲伊只是咧讲算笑，也毋过呢，即马也是依照违反民航法散布危害维安不实的消息，已经互起诉。来关心新北市有一个姓吴的警察，伫昨昏伫邦桥火车头去掠到一个社区的通缉犯，也若对方是凶凶拿出刀啊，甲警察胸砍划着伤。2个经过警察看到了后，赶紧去斗相共，已经甲嫌犯抓到，嘛甲伊移送法办。那你对颜色有什么不满吗？那你为什么要攻击他？市区的通缉犯头戴安全帽被压入去警局。伊讲伊对警方并无不满。找到暗7点半，新北市邦桥所谓警察吴明铁，伫咧经过邦桥火车头北入门的时阵，看到一个查甫人鬼鬼祟祟，行掠真可疑，该走来问。上次我已经原谅你很多了。身份证字号多少？你不要为难我啦！四股的通缉犯情绪真激动，趁机会对外推落地内面，提出一支美工刀攻击，造成警察的正面胸砍加枕头被抬着伤。警察虽然受伤，也是反击。有2位拄好经过警察也来斗相共，将伊的美工刀抢来，甲支援警力合作控制市区的嫌犯。我们是刚好趁他掉头准备要离开的时候，趁他不注意，然后把他压制在地上，然后在压制到地上的时候，他还一直喊叫。警察吴明摕伫咧抢伊的美工刀时阵，枕头被小可划着伤，正边胸砍的空子虽然不遮大空，好佳在即间伤着皮加脂肪层，无去伤着鸡巴，送去了已经无代志。经代盘所查证身份为桥头地检署发布之伤害通缉，讯后依杀人未遂及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邦桥分局讲，市区的嫌犯是桥头地检署发布的伤害通缉犯，伫审后依照责任未遂，也有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因若最近咱国内是小连续爆出食物中毒的案件，即摆阁有台北的民众去北方分集点煎饺，也阁番麦鸡汤食煞了后，有4个人出现骨吐骨流的症头，怀疑讲是食物中毒。另外一个案，这是王品集团下边的店面，甲他食煞了后无爽快的人，加共已经有82个人。目前对一寡患者的检体内底有验出诺罗病毒，也毋过搁爱调查清楚。食物中毒的事件连环爆，
连锁煎饺店北方分集嘛传出疑似的案例。台北市卫生局接到病院的通报，有6个人伫初7去北方分集的分店食番麦鸡汤甲煎饺，毋过有4个人伫暗时7点半到11点食完了后，小连续出现走白甲吐等等的情形，伫半暝去互医生看，怀疑是食物中毒。查有冷冻库层架风扇不清洁，冷冻库温度高于-18度C， 墙面有剥落等缺失，已限期4月11日前改善完竣。其届复查，如未改善完竣，处6万到2亿元罚锾。北投公馆店呢是在4月8号下午的时间接获卫生局的那个查核，我们还是要等待卫生局能够尽快呢找出这个原因。约160个人有用这个餐，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接受到其他的消费者有身体感受到不适。卫生局派人去稽查，要求这间分店要限期改善环境无清气等等的情形，而且抽验灶骹员工的手、盘甲蜡颔等等的环境检体。若查到病原菌，同款会裁罚。也若前几工啊，同款标出像食物中毒案件，王品下底的餐厅粗瓦甲香蜡。到7月暗时啊，累计有82个人伫用餐了后身体无爽快去互医生看。为部分患者的检体初步验到肉病毒，不过这敢是确定的原因，也要进一步确认。检验报告还没有完全出来，不过我们有做了几个检验，那目前初步的报告是诺罗病毒，像是一些食物的一个污染，都有可能会造成诺罗病毒的一个感染。是安尼记录还咧滚价，为边境查验的名单内底，还佫发现真出名的连锁煎鸡店甜瓜瓜，为中国进口的抓鸭肉，无通过样出的检验，而且比合格标准超过36倍。这一批子餐盒输入业者为马尔斯国际有限公司，醋酸为溶剂，蒸发残渣高达1132 ppm， 法规值为30 ppm 以下。目前去问市买相关的食品，原底用鸭肉底拢换做是用茶仔底。不过甜瓜瓜嘛回应讲，台湾甜瓜瓜食材的包装拢是伫台湾制作的，检验有合格，甲一批超标的商品无共款。因若这间公司是美国甜瓜瓜的合作进出口商，食材包装是先入来台湾，合格了后再个出口。伫边境若是验到无合格，就会直接销毁退货，请消费者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俄罗斯甲哈萨克因政府伫4月初9的时，已经要求赶紧撤离超过10万人，因为即马冰雪拢扬起啊，主要的河即马水位是伫透底提升得升悬，当地当地做大水，出现80年来上大水灾。路拢变做溪，大水台救援船一直来回接人，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奥伦堡州有7000栋厝户水淹。紧急撤离的居民暂时安置，不过因对政府的应变做法真不满。乌拉山北、西伯利亚加哈萨克或乌拉尔河加托波尔河的流域，几60个社区因为大量的冰洋溪水漫出来做大水。当地官员讲，这2条主要河流的水位，伫几点钟久内就涨几落公尺悬，到有记录以来上悬水位。下流的奥伦堡市水位也强要到临界水位9.3公尺。克里姆林宫讲，西伯利亚的丘门加库尔干灾情也会恶化，是西伯利亚是世界上上大的油气盆地，因为丘门也已经进入紧急状态。Постоянно занимается этими вопросами. Значит, пока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乌拉尔河是欧洲第3长的河流，经过俄罗斯加哈萨克流入去俄国南部的里海，因为顶流的水涨真紧。顶礼拜乌拉尔河的布华邦、乌拉尔山北以南的奥尔斯克区做大水，哈萨克的阿克莫拉地区将在水灾的重灾区。俄罗斯总统普廷已经甲哈萨克的总统托卡耶夫通电话，目前哈萨克已经撤离超过86000人。托卡耶夫讲，这边大水恐惊是80年来上严重的疾病。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也若日本首相菅田本雄以4月初8去美国进行访问，伊是先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双边会谈，要提升两国的同盟关系。也若刷落来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嘛会参加，会出现历史上头一场美国、日本、菲律宾的高峰会，要联手对抗中国。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车北含因太太在飞行机到马里兰州的空军基地，受到真热烈的欢迎。伊暗算车集和拜登进行双边会谈，隔当天到美国国会来发表演说。岸田是伫安倍以后，隔9年搁一摆去日本做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外界有期日美双方会对台湾、东海、南海这区域安全的局勢做討論，嘛伫安全保障尖端技術加強戰略合作。今国際社会が複雑でそして多様な課題を抱える中にあって、また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環境が厳しさを増す中にあって、日米同盟の重要性、これは一層高まっていると感じています。岸田在真正接受美国的媒体訪問的時陣，捌講到，一直升級的地緣政治緊張的局勢，已經甲世界殺向歷史的十字路口。日本決定要強化防禦能力。在岸田主政之下，日本國防預算逐年增加。分析指出，講美日雙方有可能進一步宣布在國防這個領域，達到提升雙邊關係。And I expect that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announcements in a number of areas, including in defense. Also, cooperation on space exploration and space security. 除了擴大和美國的合作，岸田11嘛在華府參加第1辦的美日菲三方峰會，甲對抗中國的戰線對東亞串聯到東南亞。さらには、法の支配に基づく自由で開かれた国際秩序を守るということにおいて、この三国の連携は現実において大変重要であると認識をしています。菲律賓和中國最近喺南海是真濟擺攏爆發爭端，有美國高級官員講，拜登會喺這擺峰會對仁愛暗殺西科利亞的局勢表示關心，嘛強調美菲共同防禦條約會當用喺南海，無排除喺中國攻擊菲律賓的時陣會來反擊。學者認為講，美日菲第1擺進行的三方峰會是正明顯的向中國放出強烈的警告。公司新聞張惠敏編譯。今日開齋節是伊斯蘭一年一屆上界重要節慶。印尼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上濟國家。4月7日開始開齋節休假，當地港口交通人就塌甜。當時準備要回鄉，也是要出門去佚佗的民眾有到2億人。另外，在加沙地區，即馬當地戰爭，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有主審機關、主審團體，就做傳統的點心，去予巴勒斯坦人食，予因會當過節。印尼莫拉克海港有數千台車咧排列，但係被起哩渡輪，佇在界一個月了後，就是慶祝在界結束嘅開齋節。雖然交通實在通通，毋過全球穆斯林人口數上濟印尼，按算差不多2億個人會佇開齋節出佚佗或者是回鄉，比去年出佚佗人數增加差不多是56%。Semalam berangkat dari rumah jam 9 malam, kira-kira udah 13 jam sampai sekarang. Masih terhambat oleh macet yang sangat lama gitu. Tentunya ya semoga cepat-cepat ada solusinya gitu untuk kedepannya. 同年期的開齋節也叫做糖仔節，家家戶戶攏會準備點心糖仔招待人去，尤其是傳統的個人物餅需求量真大。為咗健康，有的點心店將這傳統的糕仔甲餅用雞糖來代替。Mor baklava rengini mor meyve ve sebzelerden elde edilen antisyonинlerden alıyor.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主審機構也咧為巴勒斯坦人做開齋節嘅傳統點心。以色列過去6個月對哈馬斯發動攻擊，根據了解，以色列喺初期已經為加沙走廊南部撤出守護部隊，包含甘尤尼斯市暗過1萬路一路嘅部隊。甘尤尼斯市嘅居民講，因看到以色列軍隊以開市中心向東邊地區撤退。埃及也咧準備主辦新100個以下協商來達成停火甲釋放人質嘅協議。不過，伊還無清楚敵軍是毋是會延遲對拉法準備真久嘅攻擊，因為以色列領導人捌講，為消滅哈馬斯，這項行動是一定愛去做。公視新聞新竹培編譯。今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去看世界。根據 CNN 的報道，以色列4月7日暗時開齋節進前，對加沙地區的中部一帶南林亞主題區佮發動空襲，這是造成14個人死亡，30個人受傷，也大多數攏是婦人人和囡仔人。美國總統拜登是批評以色列的態度是錯誤的，要求愛隨停火。也毋過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講，無人通阻擋以色列去消滅哈馬斯。繼續關心韓國伫今日會舉行國會大選。
因的选委会是向向对外公布要求选民去登票的时袂使炸场啊，袂使炸场啊去投票所。这是因为南韩的总统尹锡悦伫顶一日讲场啊的介绍，讲唔对黄培平食米唔知米价，在野党开始摕场啊咧做文章，选委会才会赶紧以阻挡选举受干预做理由，禁止选民要去登票，袂使炸场啊。来关心美国的密西根州一个少年，叫做克鲁布里，伊伫2011年摕爸母送伊的枪，伫校园内底开枪，造成4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伊的爸母即马嘛，互依照过失杀人重罪已经成立，正做美国的头一例。法院是判因这对爸母嘛爱互抓去关，爱关10年至15年。另外，美国是宣布要补助66亿个美金，差不多是代表2100亿，要互台积电的美国厂。台积电嘛，随对外宣布要伫美国起第3间晶圆厂，要拼2030年生产。这个消息一出来，昨昏台积电的股票继续大起。台积电美国厂传出重大进展，七月台积电甲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会直接补助台积电66亿个美金。台积电也表态，要伫美国起第3座的晶圆厂。主要的原因，那么是在于地缘政治，那么还有先前地震的因素，那么以及在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这3大因素的一个影响。为台积电得到美国补助的消息一出来，包含苹果、辉达甲超微这3大台积电客户拢出声支持。可车到开盘股价开悬加悬，盘中上悬820块，最后收跌819，去36块，实在超过21条创新高。另外，美国未来建厂计划一厂会伫2025年顶半年生产4奈米晶片，2厂是2奈米，按算2018年开始生产，3厂按算用2奈米或者是更较先进制程技术晶片，按算2030年进行生产。今麦台积电扩大美厂的布局，有科学专家认为，台积電是配合美國對中國制裁，無國擴張中國廠產能。不過有專家無安尼認為，台積電在美國的投資是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是呢，中國大陸目前是成熟製程的市場，成熟製程目前的狀況是紅海市場，競爭非常激烈，所以台積電當然沒有必要去擴增中國大陸的工廠。台積電伫美國亞利桑那廠總資本支出會超過650億美金，差不多2兆新台幣，是美國史上規模上大嘅外國伫美國直接投資嘅案件。專家認為，美廠未來繼續朝向更較先進製程晶片發展，但到因量產時陣，晶圓嘅生產成本會納入考慮，也面臨三星、英特爾競爭嘅壓力，變話降低生產成本，佮提高利潤，是一個真大挑戰。記者綜合報道。主計總處有公布3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是2.14%，雖然和2月份比起來已經無起價遐凶啊，不過即馬醫療院所掛號費有得起價，食食厝稅嘛直直得起，民眾的壓力同款真重。甲新的計小高麗單為頂懸，原底一碗30塊的大米變35，赤肉甲豬肉內當粉嘛起5塊，綜合湯麵甲湯粉是一個手起10塊。即間伫台北市民權東路巷仔內的麵店啊，因為實在成本一直起，頭家經一段時間了後，決定要起價。每個東西它都在調味料啦、肉啦，所有的進貨成本真的都在增加。即間賣麵粉店呢，去年起5塊了後，決定先維持35塊，咁要反映4月份電錢起的成本，中調會觀察一陣啊，才決定要起。要上游不漲，我們下游不可能亂漲的。主計總處初十發布上新物價調查，3月消費者物價指數比去年同月起2.14%，主要原因是休閒娛樂消費需求也是真大，娛樂服務費用加懸，油錢抵國際行情起，部分醫療院所提供掛號費，加上食外口、水果、肉的價錢也是真懸，還有厝稅錢嘛起收低。我們常常觀察，就是說我們所有的品項368項呢，實際上還是有超過70%的品項價格是較去年同月價格是上漲的，房租還有醫療費用，這些服務類價格漲幅還是比較大，而且服務類價格通常具有僵固性。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關注的17項重要民生物資，年增幅度降到 1.17%， 創下39個月以來上低，其中雞卵減的幅度是上大，是18.25%，創下49個月以來上濟。
不过猪肉甲起膏起粉增加的幅度也是超过4%，其中猪肉的年增幅度是6.84%。因若4月份电钱起了后的物价，主计总处说明讲，因为国内电钱平均起11%，内底民生电钱起的幅度较少，产业会以用电量无共来调整幅度，按算会影响今年 CPI 0.18个百分点，会互 CPI 起的幅度差不多是2.03%。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有26度。外岛14度至25度。再来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真心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海鱼啊，参管盐，加一撮香料，甲悄悄做伙，用时间提炼的鱼汤，是滋味，嘛是乡愁。